咦，冰天雪地，何以有婦人哀叫之聲呢？好，待我上前細看啊！聲聲淒怨哀吟，仍異鄉，莫非是經啊河水響，抑或是波動雨狂？定是那風重孤憑，孤貴長，待我上前同救經。只見一女子痛哭掩面悲傷欲斷，痛哭怒狂姑娘，何以風暴雪狂？你一人在此，悲啼苦況啊！少夫，妾之所負，一言半語，亦難道是非？聽其聲，揞其語，吾欲知傷心人有何苦況？又怕告知上公，亦無法解我凄戀。姑娘，我父孝敬祖皇，路過驚鴻如雪霜，見姑娘悲痛哭在河旁，不敢同情為哀傷。姑娘，我柳毅讀書名節，姑娘你倘有用謀之處，但講無妨啦。
你幾時已送他祖航？當把家計苦過，但入風雪的浪，目望小山羊，實屬慘況。我眼前苦況，途中了山空風雨浪。通通往事未能力通知，只於無情業配的悲慘。相公，呢口漢字是什麼啊？這乃是一群山羊啊！這不是人間之羊，此乃絲雨之歌，不過變作山羊一樣啫。哦，是雨公啊！而處說姑娘你相公，切別非人間意。嚇？我本身在乃是勞軍公主後生娘，我父是作名醫者，轉他步來，登空
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
公情浪急他運我行走凡塵，疾進水晶宮堂，雖有義氣一行，不比還少也。有何善法都公平，情共互讓。公主有何選擇？果真有此神奇之事嘛？真有此神奇之事。